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93%，深成指跌1.61%，创业板指数跌1.98%，北证50指数跌2.26%，全市场成交额18263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1455亿元，整个市场4600多只个股下跌，大概有600多只还在上涨，主力资金净流出1700亿。今天的下跌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这个下跌我在昨天节目是不是已经说过了？今天明天肯定要下跌，因为涨不涨那肯定要跌。本来昨天就应该涨的，昨天没怎么涨，震荡，尾盘偷袭拉红，这个非常的可以说叫大不敬。为什么大不敬？大家清楚，昨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按理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把很多赚钱小能手请到一个地方去开会，这个意味深长意义非凡。但是不是居然不给面子，资本市场居然还甩脸色，这个很反常。昨天我节目说了，有很多人让我评价这个会，我不能多说，我只能说开晚了，晚了。不以前不老说来晚了吗？来晚了，开晚了。如果5年前开，那正当时，哪怕4年前开也行，3年前开也还可以。但是现在人心凉了，开有没有效果？当然有。那资本市场就拿脚投票。或许很多参会的致富小能手正在坐在那儿写小作文，写心得体会，写感想要到媒体上发表，这是任务。很多人看了电视转播，感觉那些参会的小能手一个个比较拘谨、紧张、僵硬，看不出那种思想解放、桎梏被打开、约束、束缚、枷锁放下那种喜悦、那种轻松。大家神色比较凝重，甚至有人从座位座次看出什么毛病出来，这个我觉得有点牵强附会了。但是至少你看不出那种轻松，大家因为一场头脑风暴，大家因为思想解放之后那种由内而外这种由衷的喜悦之情，你很难看到。我一直说资本市场是最灵敏的，他们最敏感，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反应，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会的一个回应，大家不那么容易再相信，也就主要是冷锅冷灶。胡金老师说的吓鸟论，这些小鸟这胆子都已经吓破了。当然了，今天股市下跌也有其他的原因，不仅是这个 DeepSeek 炒不动了，差不多了，炒成这样已经超预期了，还有个哪吒2，你还能炒到哪儿去？光线传媒一天震荡40%，简直很疯狂啊！跟着成交龙虎榜可以看到，光线传媒机构全部跑了，进去的都是散户，散户出征，这个叫九死一生。主要是最近春节前后这个热门题材现在也逐渐熄火，再加上今天马斯克他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发布了，他说这是地球上最聪明的 AI 这些恐怕都是不利因素导致咱们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调。那是不是意味着后面就要加速下跌？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毕竟成交量还是比较健康的，在1.5万亿以上，今天的跌幅也不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本来应该涨的它没涨，这个问题很大。而且今天明显银行股在苦苦支撑，正因为银行股在苦苦支撑，所以其他的个股就跌得很厉害。北京商报又发了这个评论员文章，叫大型银行股持续走强是大势所趋。北京商报发布文章表示，大型银行股股价不断走高，背后的逻辑是资金回报率远超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所以会有低风险偏好投资者进场买入，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未来随着更多资金注入，仍有机会不断提升估值水平。同时，随着各类大型资金不断投资 ETF 基金，犹如大型银行股多为各类 ETF 基金的重要成分股，这也会被动增加大量的大型银行股卖盘。如果大型银行股有回购股份并注销的方案，还能实实在在增加大型银行股估值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大型银行股走强并非一帆风顺，在金融市场波动、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银行股也可能面临阶段性调整和压力。但总体来看，这些短期波动不会改变大型银行股长期走强的趋势。这个银行股今天好像又创新高，可以一直这么涨下去。你最终要兑现，最终还是要拿业绩说话。2024年银行股有很多银行它的报表实际上已经非常难看了。你比如说河北银行
去年利润增速转负，不良率回升。作为这个河北省城商行一哥也扛不住了，很多城商行都这样，但是几大国有行业绩还是比较亮丽。这个为什么亮丽，大家心里有数。银行股什么时候下跌呢？就是当韭菜纷纷去接盘的时候，它就跌。里面的社保基金，里面的国家队要出来，也就是说散户不去接，它是不会跌的，想办法把它稳住。这两天啊，股市小幅反弹，弹了几天，导致很多金融消费者心思动了，有点动摇。有人准备辞职，不想拿那个窝囊费，那个工资就是窝囊费，准备辞职专职炒股，因为找到感觉了，一天的收入有的时候可以顶上1个月的工资。但是今天这么一跌，很多金融消费者啊又收回了他的想法，准备好好上班了，这个太不靠谱。股市一跌，这段子就出来了，有金融消费者评论说又安静了，怎么不梭哈了？他妈的不是说牛市吗？4000点吗？ DeepSeek 不是赶英超美吗？这个赶超英伟达吗？哪吒不是要成为全球第一吗？聊天记录分分钟9990家，怎么我一上车就崩盘了？我不在时，你们天天这个10厘米那个20厘米的，买啥啥涨，又是会所嫩模，又是要买车买房，又要全国全世界各地旅游，又是天天山珍海味各种大餐，怎么把我骗上车就不涨了？他妈的有这么巧吗？你看看散户就这样，你一上车人家就崩盘，人家涨得好好的，你一买人家就跌，这都是散户的一种心理。这个胡适为什么不涨？我一直说监管是原因之一。今天网上刘继鹏有一段视频，他这评论说成功就是胡适的成功一定是在监管制度堵漏洞上，失败一定是在大股东的减持上。大家看视频，这次的拯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大家想想有退路吗？现在信心信任的问题，民营企业家现在很普遍的一个想法，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机会来了减持就跑，有没有这样的思想？美国那边也封锁啊，东南亚成了我们的民营资本聚集地，新加坡倒成了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的总部，要讲普通话，写字用汉字简写，大家在那儿开研讨会都是中文，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这次能不能稳住大家的信心，稳住大家，是拯救中国经济，这是一个大背景。当然股市你说是理性的非理性的，这里边肯定有非理性的因素啊。格林斯潘和希勒美国经济学都谈股市是来自非理性的繁荣。当然第一阶段我们开户的大概1000万的股票，还有基金大概也得有1000万都扑进来了，所以10月份的储蓄减少跟入市有关。当然这种非理性我们也不能说哟，一看特朗普胜了，那川大智胜的股票就涨，哈里斯败了，于是哈尔斯的股票就降，这种情况我们是不鼓励的。所以要坚持改革，堵住漏洞。你不能够说这边注入资金，你这边还漏的比这边注的还快，这能行吗？中国股市的2个独一无二，一个就是一股独大，现在300家大股东节约减持，这个是要高度警惕的。为什么说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中国救市的成功一定是成功在监管制度的堵漏上，不是资金的加大注入。而中国股市救市的失败一定是败在一股独大的大股东的减持上。所以今天没有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注意，而且我们的报纸还在讲没有发现大股东异动的动态，他们这个流动是6个月以后就出现了。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路，只考虑眼前，说没异动，可是中国这个一股独大从国有到民营是普遍存在的。科创板以来的上市基本上大股东 53%， 我们说现在能不能把他们压到 33% 一票否决权，30就是控制权，让你没有精力再去减持。这是一个又简单但是又明了的问题，为什么就推不开呢？基金和股市这是一对最亲密的孪生兄弟啊，尤其是股权基金，没有你们一级市场哪来的二级市场？没有二级市场的退出，也不会有你们啊。所以要想救股市，必须得在基金的问题上动手。因此我就说，把这些新上市的企业要新老划断，再上市的企业一大股东你就是 30%。 中国资本市场培育的是现代股份公司，不是在培养家族企业，让你们上市之后在这儿来减持。你们的股票不就是5-6毛钱吗？
我是做投行的出身，你资产评估以后，你不变增长50%，你就1-2块钱了。资产评估就总资产而言，但是负债不会增加，总资产减负债之后都贴到净资产上了。所以当大股东们明白了上市的道理之后，就把精力都放到了中国这个大股东割韭菜的市场。所以从这个道理说，一定要把这件工作在它上市之前完成。美国的第一大股东就是马斯克23%啊，贝索斯12%。我们有什么理由这么多上市公司全是一股独大？这能有现代公司治理吗？股市能搞好吗？再加上我们的独立董事制度，西方的独立董事是制约保姆、职业经理人来保护股东投资人，中国就是制约大股东啊。大股东还在下场踢球，可是你能制约得了聘请你的人吗？你是董事会聘的，大股东背后他控制的董事会啊，你的薪酬是他发的。所以这个漏洞不补行吗？所以我昨天交流我就想出一个道理来，大股东在之前的减持50%-60%的70-80%的减到30%，能不能开展？就把这个活动能不能跟我们的基金结合起来？你能上市，但是你的股权要求压缩，那么你就在你的pre-IPO 之前跟我们的股权投资基金我们要结合，减给基金，让我们的基金也有一条生路。你的价格肯定是关键，在1块钱以上，但由于你能上市，那肯定是 IPO 以下，这样减少了二级市场的压力，也救活了基金。这个刘继鹏老师他是证券的方面的专家，他很犀利的指出对吧，这个监管的漏洞，大股东的减持。刘继鹏甚至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如果救不起来那就完了，这是刘继鹏的话。那从去年9月到现在也救了3个多月了，4个月，这算救起来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刘继鹏老师他把矛头指向大股东减持，他认为大股东减持你证监会不让他减持就行了，把这漏洞给他堵上，不让他减持，上市的时候他股份就给他稀释掉。怎么稀释？你大家知道，这上市是一块大肥肉，那人家凭什么把筹码给别人？刘继鹏老师说这给这个基金，正好基金业绩不好，那基民都骂你，把上市之前你把这股份划了，或者以多少价格卖给基金，基金再上市，基金赚的钱是基民的吗？基民赚了钱，那不就是消费了吗？有利于这个胡适这个走牛。那你想一下，大股东他凭什么把利益让出去呢？这个是反人性的。马斯克、什么亚马逊这些企业上市之前都经过了多少轮融资啊？创始人的股份本来就融掉了，你不就跟京东一样吗？京东上市，他的股份也是融的差不多了，稀释的。他还搞个 AB 股，也就是刘强东说，我这个股份虽然少，但是我每股投票权比你们多，同股不同权。中国的上市公司，他在上市之前很少融资，它都是银行贷款。互联网企业，你看移动互联网企业，它都是疯狂融资，所以几轮融下来，那创始人的股份只有20%了，10%。咱们的胡适所有的企业上市的时候，大股东都是70%、80%股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都是借款、贷款，所以它融到钱之后得还银行贷款。我在想，讨论大股东减持，我觉得还要更深入的去探讨大股东为什么要减持。刘继鹏老师说因为他股份多了，反正减掉他还有控制权。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原因，但是我甚至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我们的上市公司它从创立之初就奔着割韭菜来的，它的目标就是上市套现，就像我们现在小孩考大学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考大学，所以考上大学他就不学了，马上就放羊了。你看前面初中高中玩命学习，就是为了高考，考上了对不起，什么书都不看了，也不学习了，彻底放松。资本市场一样，很多公司它设立之初就是为了上市，上市就为了割韭菜，就是为了套现。那人家目的就是为了套现，你说你不让他套现，那他总得想方设法绕过监管，这个借道减持，各种手段减持，通过司法诉讼减持，什么招都使。那你说监管怎么能管得过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减持？刘继鹏老师也说了，主要差价太大，你的成本5毛钱，你合着现在都是21股，这个差价太大呀，这个见财起意，这大股东就想着我股份还挺多的，为什么不卖掉一点？这个利润太丰厚了，上100倍的增长，这个利益面前太诱人，所以你不让他减持能行吗？他就想方设法的，哪怕犯法他也减持，要不就离婚，假离婚。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些大股东为什么要减持？他减持他把钱干啥去？他把钱都用到瑞士，搞到国外去了。那为什么？像这次开会一样，他没有信心，他害怕。那我为什么不套现走人，我到国外去？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风潮，很多散户、金融消费者，你就像那个光线传媒一样，你这么一炒，那个老板王长田
他不跑，他的自己都不好意思，他能不跑吗？对吧？他就认为那股价就值5块钱，结果你给他炒到40块钱，搁谁不心动？减持一点是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大股东自己都觉得这个值不了那么多钱，被你们这么一炒，这是历史机遇，他不减持，以后一辈子都到不了这么高了。所以你看这几个方面原因导致的大股东处心积虑的要减持。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安全感，安全感就要求这些人短平快，套现走人，赶紧拿到钱走。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你管不管人家减持，他都不减持。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说大股东的自己都觉得这公司不值钱，所以他减持？你假设是英伟达或者是苹果这样的公司，那每年每股收益多少？人家是现金奶牛，利润丰厚，这种公司大股东不减持，是不是我们要骂他呀？这个就是葛兰台，这太小气了，守财奴。你不减持，我们散户买谁的去啊？你这么好的公司，你不把股票卖出来，那我们怎么赚钱？我要买你的股票，我就等着分红。那大股东减持是好事，就为什么我们敌视大股东减持呢？不就是因为这公司不值钱吗？这公司本质不值钱，你大股东不能卖，得我先卖，谁都不想拿着它，因为拿着它没有什么好处，说不定它还退市，都不想拿着，所以你买的人那么少，那你大股东也卖，我也卖，那价格不就下去了吗？所以你大股东不能减持。如果那个公司每股盈利市盈率只有3倍2倍，你5块钱买的股票一股，他每年分红就给你分5块，那你说这公司你不抢，大家都去抢，你说大股东他会减持吗？他不可能减持。所以我们讨论减持，我们反对大股东减持，某种程度上就是承认这公司是垃圾公司，只有垃圾公司才害怕减持。如果是个绩优股，是个英伟达，是苹果，根本就不怕你减持，人家盼着你减持，你赶紧减持，我好买，是不是这道理？所以我一直说这是公司有问题，股市的上市主体、上市公司一个个的都有病，都有问题，它就不应该上市，导致零和博弈，所以才有这么多奇葩的事情，是不让人家减持。这大股东我手上有股票我卖，我是天经地义的，你为啥不让我交易？难道我这股票不能卖吗？有毒吗？所以本质上是零和博弈情况下，那肯定不让你卖。所以说来说去，这个股市上市开始就造假，就以割韭菜为主。它这个企业它创造不了价值。你想想那个什么马可波罗烧瓷砖的还上市，你指着它给你分红，你指着它什么价值成长啊？这个关于减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跟刘继鹏教授不太一样。我觉得减持这个是大股东的权利，你让大股东不愿意减，这叫高明，而不是说让大股东不能减、不敢减。那减持是人家权利，就是要让大股东舍不得减持。证监会天天骂他，对吧？说他抠，你这减持，你不减持，这金融消费者靠什么赚钱呢？这监管部门天天发文逼这些大股东，你得减持。什么时候发展成这样，那咱们沪市就要走牛了。你想不让它走牛都不行，那钱就哗啦哗啦往股市来，因为赚钱。中证金牛这个媒体刊登一篇文章，就是这个报道，让财经转载什么东西，说100亿私募宽德投资回应前员工言论，所述内容不实，就是辟谣，也是一个私募，就是量化基金。说当日一则关于知名量化私募宽德投资某员工在社交平台指公司用脑机武器迫害公司员工消息，在私募圈持续发酵。而对于上述较为抽象的指控，宽德投资2月18日回应称，公司关注到网络平台上出现关于公司不当言论，经核实，该言论发布者确曾短期任职于公司，2022年7月入职，同年9月主动离职，任职期约1个月。目前该发布者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言论为个人行为，所述内容存在不实以及误导性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量化基金，他的前员工在网上投诉说这家公司用脑机武器迫害公司员工。你说换方刚搞个 DeepSeek 出来，是人工智能，这家私募更厉害，搞了脑机武器还用来迫害员工，这让我感觉好像这些量化公司一个个的这是绝世高手，深藏不露。一个换方搞这个 DeepSeek 让世界震惊，你这个一个叫什么宽德的搞了个脑机武器出来了，这你让美西方他受不了，你这一下又一下的。我们再看看这胡锡进老师最近恐怕被这个脑机武器给割的有点神经错乱了。首先他对会议评论就是意义深远，振奋人心，这个符合胡锡进老师的一贯作风。胡锡进老师一切都是刚刚好，这多一分就多了，少一分就少，这个时间也正好，力度也正好，但是他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叫意义深远，振奋人心。我也不知道怎么振奋人心了，反正今天胡适他没有振奋。胡锡进老师虽然退休了，但是他还是努力想做第一个鼓掌的人。胡锡进老师继续对反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以及泽连斯基那是极尽嘲笑污蔑之能事，是吧？美国要与俄罗斯在沙特谈判乌克兰问题了，但是
战争主角之一。乌克兰和美国一道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欧盟却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完全成了看客。欧洲在美国面前多么卑微，付出大量牺牲的乌克兰又是多么悲壮悲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跟着美国跑，需要有被利用当工具，甚至被抛弃牺牲的思想准备。美国盟友的准确含义是仆从，对小力量来说，不成为美国的敌人，但同时又保持坚定的独立自主，大概是最佳状态。他说这样的力量才能够得到美国的尊重，而不被他呼来喝去，利用榨取。我觉得这胡锡进老师啊，他妈也不知道谈判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美国到底是什么个角色，起个什么作用。胡锡进老师以为美国特朗普一出场，那就是泽连斯基和普京这么三个人就开始坐在那谈了，他以为是他们家请个人吃饭，这个叫先双边会谈。特朗普先要跟普京，也就是美国先跟俄国谈，摸一摸他的底牌，再压一压他；美国再跟乌克兰谈，摸一摸他的底牌，再压一压，把双方往一起拉一拉，完了之后再三方坐在一起谈，这不就这么个程序吗？到了胡锡进嘴里呢，就是乌克兰被排除在外，你这个和谈你没有乌克兰参加，你准备让谁签协议？怎么签？所以这就是个猪脑子，他这都退休了，60多的人了，这小粉小红成这样，被俄爹洗地也没必要这么洗。泽连斯基和欧洲的意见，他们为什么反对呢？是因为特朗普不应该先跟俄罗斯人谈，你应该先跟我们谈，把我们的条件要求搞清楚，你再去跟俄罗斯去谈。这泽连斯基他就对这个有意见，你怎么能先找普京谈呢？先入为主，你找普京，普京这个人撒谎成性了，告诉你都是谎话，这不就泽连斯基意思吗？你得先跟我谈，跟欧盟谈，搞清楚大家诉求，你再去找俄罗斯谈，然后再三方坐一起多边会谈。这个到胡锡进嘴里就变成你乌克兰欧盟没资格，那可不嘛？那俄罗斯跟美国两人开会，他当然没资格。泽连斯基说了，没有他参加的会议他一概不认，这说的没毛病啊。还没到他开会，马上凯洛格就要到基辅跟乌克兰人谈，你看看这不都是对等的吗？卢比奥在沙特跟这个拉夫罗夫俩谈，就到了胡锡进这儿，可见宣传的重要性啊。这胡锡进就是做宣传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歪曲。胡锡进还没结束啊，他说啊，泽连斯基17日表示，乌方并不掌握将在沙特举行的美俄谈判信息，乌方不会参加该谈判，也不会承认任何谈判方达成的协议。这一不参加不承认态度很是坚定。没错，泽连斯基说的一点没毛病啊。你俄罗斯跟美国在沙特谈了啥，他不知道，他也不参加，你们俩达成啥没有用，我不会承认的，你不还得跟乌克兰谈吗？这胡锡进说啊，悲哀的是泽连斯基可能没搞清楚乌克兰究竟在餐桌上还是在菜单里，欧洲可能也没搞明白自己究竟是餐客还是服务员。你看看，这就准能这么颠倒黑白。地缘政治如果实力不足却争着表现，做玩家，结果有可能很尴尬，甚至挺惨的。所以做强自己，小心不做别人的工具才是王道。这胡锡进他就认为乌克兰就是餐桌上的菜，那你就应该无条件接受美国、俄国或者其他大国的安排。假设一下啊，胡锡进老师生活在80年前，不知道胡锡进老师怎样用他的笔去描述中国的抗战事业，是不是也劝中国投降啊？中国那个时候连枪都造不了，多弱，为什么跟日本对抗呢？我们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黄种人，为什么被英国被美国挑拨，兄弟相残，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正能量，这些所谓的小粉小红爱国，本质上都是卖国贼，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卖国，不知道正义是什么东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加特老师才不允许大家去翻跟大俄的历史旧账，对吧？那这是别有用心，格杀勿论。对他们来说，卖国卖土地那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立场。所以你看，虽然加特老师被禁言了，但是胡锡进老师义无反顾的举起了加特老师的大旗，在舔俄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